入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可以嘅話留言同埋俾個 like。如果你唔中意呢條片，更加要 share 俾你唔中意嘅人。第6集支付寶 YAS 騙案，有網友咧同網 Sir 爆料，呢個最新嘅支付寶 YAS 保險騙案嘅鋪排咧係非常之精密，好有機心。咁網友成功就錄咗音，就委託網 Sir 咧去公開嘅。咁希望大家都知道多啲啦，同埋小心警惕嘅。咁呢個騙局咧會分為2個部分嘅。咁網友咧就成功喺第2部分咧就做咗錄音嘅。咁一陣間都會播俾大家聽。嗱，咁第1部分嘅過程咧，我就會口述一次嘅。嗱，網友咧有日咧就收到來自電話號碼36876119嘅來電啦。咁對方咧就自稱係支付寶嘅客服代表，係一把好好聽嘅男聲嚟嘅，講嘢咧非常之流暢。網友咧形容佢係一個 A 加嘅電話客服質素。對方咧首先會講出你支付寶戶口嘅名稱啦，同埋身份證頭4位數嘅。然後咧佢就會話啦，你個支付寶入邊有個 YAS 保險嚟緊會到期，嗱4月咧就會開始收1280蚊嘅年費。咁佢強調咧打嚟嘅目的只係想提醒你唔用咧要盡快 cut 咗佢，就好似電話月費計劃入邊嘅附加服務咁樣，成日都有噶啦，你唔用咧要 cut 咗佢噶，如果唔係就會自動收你錢噶啦。佢一開始咧講嘢會比較急促嘅，但係都好流暢嘅，好清晰。因為一來咧想盡量留住你唔好 cut 線啦，二來想你快啲聽到會收年費呢個資訊嘅。咁因為你聽到會收錢啊嘛，咁你就會緊張啦，就會聽落去。咁之後咧佢會教你點樣喺支付寶個 app 入邊揾到呢個 YAS 保險個版面嘅。咁佢會俾指示你啦，咁你跟住佢個步驟咧就會撳入到呢個版面入邊，就睇到係生效緊。咁佢就會話啦，有粒星咧，呢度有粒星號咧就代表係生效緊啦。咁最後咧對方就會提醒你，如果你想取消就要盡快聯絡 YAS 嘅客服去 WhatsApp 佢哋。咁個號碼咧就係55983785。咁仲會同你講咧，呢個 WhatsApp 嘅頭像係一個銀聯嘅 logo 嚟嘅。咁你只要 send message 同佢哋講話取消 YAS， 就會有同事協助同埋跟進噶啦。咁第1個電話收線之後啦，咁網友就 WhatsApp 5字頭嘅電話啦，咁佢哋會交足氣嘅。咁會個 reply， 第1個 reply 咧就係俾一個輪候號碼你啦，一段嘢啦。咁令你潛意識咧就覺得好多人都打嚟取消服務啊，或者進行查詢咁樣。咁網友咧分開咗2段錄音嘅，騙徒把聲咧係原聲嚟嘅，但係速度咧係經過調整。咁我哋聽下第1段錄音先。咁就有關於叫取消 YAS 嘅。係啦，有咩可以幫到你噶？你有咩幫到我？嗱，因為咁樣嘅，我就收到你呢個信息啦。咁其實我就想知道你本身係透過邊度去申請嘅先？我冇申請過。咁你冇申請過，咁點解你又 send 嚟話取消咧？支付寶叫我 send 咯。但係你有冇求證過？你有冇呢個計劃喺度啊？冇啊。嗱，因為咧，如果你本身冇呢個計劃存在咧，就唔需要即係特登去取消啦。咁你除非有呢個計劃存在，咁佢4月3號或者4月5號要扣錢嗰批客戶咧，先至要進行取消嘅啫。所以我都根本唔知道你本身有冇呢個計劃存在喺度，或者你有冇 check 過啊？冇啊。咁樣你而家會唔會方便嚟 check 翻你會唔會有呢個計劃喺度？好啊。好係嘛 ？OK， 呢卡方面帶上耳機，我一步一步教你啊。嗱，網友一開始咧就扮傻啦，騙徒嘅轉數咧都好快，佢想你知道自己做咩事打嚟，佢係想你自己講嘅，你聽到係。
咁我諗係佢哋要透過你講嘢嘅對答，去得知咧你有幾入局嘅。咁再聽埋第二段錄音啦。我想問你係用 iPhone 定係用 Android 機嘅 iPhone 用 iPhone 嘅話咧，你要 copy 呢個連結啦，然之後咧商用性問題嘅關係咧，就要去翻 Google.com 咧先至可以入到呢個網，入呢個網站先冇咁叻嘅。係係啦，入咗網站未？撈緊撈緊，好唔該。係得 OK， 入咗網站之後，你拉落去中間啦，你會見到一個寫住銀聯保障嘅。係啦，咁你就撳一撳呢個銀聯保障，撳入去銀聯保障。係啦，然之後咧就輸入投保人姓名同埋咧被保人姓名。咁投保人同埋被保人咧都係你嚟嘅，都係同一個人嚟嘅。因為咧自主性投保咧只能夠為自己，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咧都係咧填翻你自己。係啦，咁你填翻咗落去之後，填埋個電話號碼啦。個電話號碼唔需要加852，直接電話號碼就得噶啦。係見唔見到份電子保單？見到。OK， 見到份電子保單之後咧，咁你就 cap 圖啦。係啦，截圖之後，然之後上翻上一頁。係啦，跟住入界面到隔離咧有個在線客服。見到。跟住 click 入去在線客服先。咁對方咧 send 咗條詐騙 link 啦，咁都幾肯定咧，呃錢嗰個流程咧就喺條 link 入邊發生嘅。咁網友就唔敢撳入去條 link 度啦，咁費事撳啦吓。咁佢就扮撳咗條 link。咁騙徒咧就好好服務咁樣咧，教你如何操作啊，如何輸入資料等等啦。王 Sir 做咗啲 research 啦。根據《經濟日報》嘅報道啦，你撳咗條 link 之後咧，佢會要你填一啲個人資料啦、銀行戶口資料，收取一次性驗證碼 OTP。咁騙徒咧就會以假保單啊嚇你咧，你唔入資料咧就會封戶口等等啦。咁再以手續費啊、驗證金同埋解凍費等等嘅藉口咧，去誘騙事主去轉數啊。咁我同網友咧就傾偈啦，咁大家諗翻轉頭成個過程，整個騙局咧，騙徒係經過深思熟慮去設計出嚟嘅，對白啊流程咧係一環扣一環，當中用咗好多心理技巧去增加呢個落答嘅機會嘅。咁佢哋首先咧用年費做一個引子，吸引你嘅注意力，令到你有種感覺係好 shock 咁樣。咁喂收錢喎，咁咧你聽到俾人收錢，咁你咪覺得要認真去關注下。咁第一個電話嘅目的咧係灌輸資訊嘅，想你知道支付寶入邊 YAS 保險係咩嚟，同埋教你點樣 check 支付寶入邊真係有呢樣嘢，咁令到你入局。因為 YAS 保險本身係真噶嘛，當然年費係假噶啦。咁你知道咗真係有 YAS 呢樣嘢，咁你就會去放下戒心，喂，呢個好似唔係詐騙電話嚟嘅。咁佢再提示，如果你要取消，就要自己打去第二個電話，係啦。咁真正呃錢嘅流程咧，就會喺第二 part 之後發生啦。咁另外咧，喺過程中咧，網友就留意到騙徒電話嘅背景聲咧，係一個 call center 咁樣嘅。咁佢聽到有其他人喺度咧，都係講緊電話，好多電話響嘅聲啊。咁相信呢個詐騙集團咧係好有規模啊。今次嘅 share 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啦。大家都要保持警覺性，因為騙局咧永遠都喺我哋嘅前邊嘅，佢哋會不斷進化。有人不幸被騙咧，我哋先知道係一個騙局嚟。好可惜啦，我哋永遠都喺騙案嘅後邊，所以大家要小心。爆料熱線61742740，歡迎大家同王 Sir 爆料。拜拜。聽完今集記得留言同王 Sir 傾下偈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更加要 share 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